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第16节，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到第5章的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儿子。追求信仰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每个人到教会的目的都不太相同。有人在寻找一个心灵的寄托，有人在找一个认同，有人在寻求一个肉体的医治之能，也有人想要找一个能够大展身手的舞台，有人需要一个委身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家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们不能说大家对于家的期待都是相同的，但是追求有一个家是正确的追求方向。成为一个家的成员，就如同成了那个家的孩子一样，这样子就必须要去承认那一个关系，如同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样。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样的关系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也因为我们这样的接受了这样的救恩，同时我们就成了天父上帝的儿女。成为家庭的一份子，就必须要遵守那个家庭的规范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诫命存在的一个原因。上帝透过摩西将诫命赐给了以色列人，也给今天的基督徒你跟我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我们不但要有在圣经里真理的诫命，在教会里各教会都有规范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认为教会为什么需要有规范？这个太限制人了。但是事实上，这样的一个教会伦理原则却是存在的，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就不去遵守。亚当和夏娃第一个孩子该隐，他呢，因为嫉妒弟弟亚伯的献祭，被上帝接纳而杀了弟弟。事实上，他可能根本就是自己没有遵守上帝的规范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就警告该隐：你为什么生气？为什么拉下脸来？你要是做了该做的事，自然会显出笑容。但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，罪已经埋伏在你门口，罪要控制你，可是你必须制服罪。如同他的父亲和母亲亚当和夏娃一样，他们因为不遵守上帝给他们唯一的禁令，而得罪了上帝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被逐出了家门。其实该隐也是如此。圣经说，该隐对上主说：我受不了这么重的惩罚，你把我赶出这块土地，叫我不再见你的面，我将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，在地上到处游荡，人家遇见我都想杀我。但是上主回答：不，谁杀了你，谁就得赔上7条命，
因此上主就给该隐做了一个记号，警告遇见他的人不可杀他。于是该隐离开上主的面前，来到伊甸园东边名叫做流荡的地方居住。该隐因为违反上帝的诫命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因此就流荡到了伊甸园外一处称为流荡的地方。与上帝隔离的关系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被挽回。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成了大祭司，又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，又因为他自己成了代罪羔羊，让那些凡相信他并且接受他的我们，能够因为他的救恩而与上帝复合，再度的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他的工作并不像是一般的祭司一样，而是独特的怜悯的救恩。曾经说，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，被指定替人民侍奉上帝，为他们的罪献上礼物和祭品。大祭司自己在许多地方是软弱的，因此他能够温和地对待那一些无知和犯错误的人，并且因为他自己的软弱，他不但必须为人民的罪献祭，也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。没有人能够自己取得大祭司的尊贵地位，唯有上帝选召的人才能够做大祭司，像亚伦一样。同样的，基督没有为自己争取做大祭司的尊贵地位，相反的，上帝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今日我做你的父亲。”他又在另一处说：“你要依照麦基洗德一系永远做祭司。”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向那一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上帝大声祷告，流泪祈求。因为他谦虚虔诚，上帝听了他的祈求。虽然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仍然从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。既然上帝使他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他就成为所有服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上帝宣布他依照麦基洗德一系做大祭司。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，上帝2次公开的宣告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”上帝并且应许所有的基督徒说：“我不再把你们当成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把你们当作朋友，因为我已经从我父亲那里所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你们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指派你们去结那长存的果实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亲求什么，他一定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啊。”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15节到17节的记载。我们也看到保罗写给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的勉励，也提到：“这样你不再是奴仆，而是儿子。既然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就以你为继承人，
加拉太书第4章第7节。诗篇32篇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心里没有诡诈，不被上主定罪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哭泣，身心疲乏。上主啊，你日夜惩罚我，我精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暑中蒸发。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不隐瞒自己的过犯，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，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因此，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祈求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被淹没。你是我藏匿的地方，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。我高声的歌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护卫我。上主说，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，我要教导你，适时的规劝你，不要像罗马那么的无知，必须用绝环计头来管束，才会驯服。作恶的人一定遭受许多的痛苦，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慈爱环绕他。义人啊，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。所有正直的人啊，你们都要欢呼。主的恩典使我们因着相信而得救，也让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了上帝的儿女，也因此能够进入上帝的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